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Steven 啊。睇翻恒生指數咧，近嚟咧就有個大調整啦嚇，當然同關稅啊、貿易戰等等嘅因素相關嘅。咁就去到19,800又挺得住喎啊！不過咧上方21,800嘅阻力咧又未能突破噃。咁所以我預期啦，由於即係特朗普嘅不確定性係繼續會喺度嘅。最大可能性咧，恒生指數要悶一陣嘅，19,800至21,800呢2000點左右咧，震盪徘徊下。倉位方面唔需要太進取啊，雖然仍然有好選擇，就係一啲所謂國產替代抗美國嘅一啲芯片股份，中芯嗰啲好啲啦。咁內需好啲啦。公用股好啲啦，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啲手機零部件電腦啊、聯想啊，甚至乎啲紡織出口貿易股份咧，都係要小心。一句講晒，呢2000點以內咧，大家觀望為主有倉就 keep 住佢唔需要絕望。牛市大調整，不過咧冇咁快去加倉住啊。